哎呀，你说这一会儿都跨年了，也没个对象。你有对象没？我们有请新人李哈先生和我把你欺负人了！这丫头居然敢脏辫！别看了。Hello， 老妈回来喽！老太婆后面去！我可比你小2岁。下面我们要大 boss。你们哪个是 boss？这是他至今一行啊！发票给你，记得5星好评啊！今天我状态好，让你们看8D 大片儿。太魔性了吧！谁有病？啊，懂了，意思是让我们装死。快！逻辑根本不重要，我们是卡通嘛。老大，在这个 VCR 拍的是越看越好看的。哎，知道我们的大名了吧？